大約3個星期之前，我太太就邀請我一齊玩一個 Apps， 跟住我心諗都結咗婚咁耐啦，仲玩交友 Apps， 但係我都本着好奇不如都玩下啦。玩咗幾個禮拜啦，我發現我同太太嘅關係提升咗。呢個究竟係一個咩嘅 Apps 嚟嘅呢？大家可以喺你哋嘅 Apple Store 裏邊 search Someone SUM ONE 咁樣咧就會揾到噶啦。開始嘅時候當然就需要你同埋另外一半連結成為一個組合，繼而每日雙方需要回覆同樣嘅問題。當你回覆咗呢條問題嘅時候，就必須要等待對方都完成回覆先至可以睇到對方嘅答案。譬如有一條問題就問你想同對方一齊睇嘅3套戲係邊3套呢？呢題嘅答案裏邊3套戲裏邊有其中一條都同太太嘅選擇係一樣噶。又有另外一條問題就係你覺得對方似一隻乜嘢嘅動物呢？另外記得第一次同對方傾啲乜嘢題目呢？呢啲嘅問題除咗你可以回憶翻拍咗拖咁耐一啲嘅小嘅情節之外，同時之間亦都期待對方嘅回覆係啲乜嘢呢？所以成個 Apps 裏邊最好玩就係每日嘅回覆同埋等待啦。當然啦，成個 Apps 裏邊都有唔同嘅小遊戲，譬如幫呢個卡通人物嘅房間做佈置等等。所以當拍咗拖6442天之後，都好需要呢啲小玩意嚟到拉近大家嘅關係。所以不論係情侶嘅你、老夫老妻嘅你，都需要線上保溫、線下升溫。所以其實兩公婆嘅關係由原諒去到燃亮，究竟又需唔需要啲乜嘢顧問去到幫手呢？可能只需要一個免費程式就可以將你哋嘅關係大大咁樣提升啦。而呢個 Apps 仲係免費嘅，不如兩公婆一齊下載呢個 Apps，提升大家嘅親密度啊！